炒散 D&G 幽靈之子，正義解體了。咦，咁熟口面嘅？佢咪係上次派 D&G 門口個幽靈之子？D&G 個老細啊！上次我哋誤會咗你啊，原來車主借咗俾個 friend 去伸張正義啊！咁出位，去到邊都有人影啦。就算變咗個爛車，一樣咁受歡迎。但係車主就黑晒面啦。先生啊，你冇事啊？係咪啊？係咪勁一陣大把隻？冇事啊，你人冇傷，不過心傷呢。架車出咗2個月㗎咋，值成270萬。做鐘錶商沈浩，尋日下晝自己一個揸住個超級跑車出嚟威，點知係無啦啦喺尖咀冚樹自炒。唉，嗰度行50公里㗎咋，分分鐘需超速㗎。幽靈之子全球限量生產25部，06年一出，成世人即刻做亞洲第1個車主啦。但計埋今次，香港已經炒咗2架㗎啦。09年12月，冠軍車手兼馬主游少賢就喺沙田馬場炒爛咗1架啦。